間屋住咗幾十年，想全屋裝修，第一件事已經好頭痕。究竟裝修要預幾多錢？400尺全屋全包，上網睇有啲人話預30零萬，有啲話要預50萬。究竟邊個價錢先合理？其實了解初步預算唔一定要即刻約公司上門睇位嘅，你可以提供一啲單位基本嘅資料，等公司了解你嘅裝修方向、裝修內容同埋預算範圍。基本資料包括第一，屋苑名同埋單位戶型圖；第二，現場相；第三，同負責人或者設計師電話溝通你嘅裝修要求。咁你就可以先篩選幾間預算比較接近嘅公司，再進一步去約佢上門睇位嘅。因為真正準確嘅工程報價，一定需要確定咗個設計方案、施工內容，先至可以去計算嘅。留言報價，我哋免費幫你分析裝修方向同埋裝修預算。